早餐之後就前往唐人町站。去到1號出口，沿住路牌方向行，大約走15分鐘，就會到達 Boss Isu。呢度係一個大型複合式嘅娛樂設施商場。從1樓到頂樓都有各式各樣嘅娛樂設施。3樓係 food court， 呢度仲有人氣咖啡店 Fook Coffee CSI。試下佢哋必食嘅布甸冰淇淋。7樓係 Sanrio Character Streaming Park， 有超多嘅 Sanrio 周邊商品。幾個打卡位可以影相添。頂樓係絕景3兄弟，絕景3兄弟分別係高空滑梯、高空懸吊滑牆同埋高空攀岩。當日因為天氣關係，只係開放咗高空滑梯。首先要將隨身物品放入 locker 裏面。玩嘅期間不能拍攝。滑梯會由8樓滑到去1樓，全長100公尺。6樓係虛擬實境遊戲設施區。而5樓就係 Teamlet Forest， 大家可以預先喺 Klook 買票，喺入口可以預先下載專屬嘅 App。Teamlet Forest 有捕捉森林、運動森林2大主題，大家可以打開 App， 用光芒嘅弓箭捕捉一啲森林裡面嘅動物，然後收集成自己嘅動物圖鑑。旋轉跳躍球嘅無蟲房間，呢度每個展覽空間都有唔同嘅主題同特色，提供一個沉浸互動式嘅藝術體驗。有啲設施仲會隨住人體動作而有變化。呢度就係平衡石，有3條路可以揀。呢度到處都有奇幻嘅圖案同埋燈光投
石喺地板同埋牆壁上面，算係一個非常特別嘅互動體驗空間。另外有一個畫畫嘅空間，大家可以坐喺度 DIY 你嘅生物，例如有蛇、蜥蜴、青蛙等等嘅圖可以俾你揀。畫完之後同職員講就可以將作品變成自己專屬嘅周邊商品。最後嘅空間係氣選球和呼應嘅無重力生命森林。隨住光影顏色會帶俾你唔同嘅感受，而且呢度有好多面鏡俾大家影相打卡。之後我哋可以乘坐巴士前往福岡塔。大家可以預先喺 Klook 買票。乘搭升降機去到高123米嘅展望台。福岡塔於1989年落成。塔高234公尺，係全日本最高嘅海濱塔。而展望台嘅1樓更設有戀人聖地。象徵永結同心嘅愛心鎖，仲有一個2個人手牽手同時觸碰開關先會點亮嘅愛心拱門。夜景之後，我哋搭返巴士返博多車站，車程大約25分鐘。之後會去金木西度食晚餐。嚟到試下福岡獨有嘅牛腸鍋。嚟到博多車站嘅24小時藥妝店。